中国伟大军演过无偌久，今仔日阁宣布，伫咧平潭的牛山岛实弹射击。这牛山岛呢是中国上远近咱台湾岛的所在，离台北市干那165公里。国防部强调讲，这是中国年度演练。若行政院长倒英台表示，中国这款行为会害台海更较紧张。中国14才伫台湾四边进行联合来检及控制数 B 的演习，让一礼拜又搁宣布伫平潭牛山岛沿海实弹射击。因为牛山岛是中国甲台湾本岛上接近的所在，离新竹市连辽渔港干那119公里，而且甲台北市干那距离165公里。中国的军事行动一届比一届接近台湾，引发关注。无论它的演习规模有多大，都不应该频繁的，而且靠近台湾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宣示，这个只会突然引起不必要的紧张。这项活动是共军的年度例行性的演训的一部分。那么国防部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密切掌握，并且分析它的军事活动以及意图，也不排除是结合台海动态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。因为二早美国甲加拿大的军舰才做回经过台湾海峡，外界推测中国的军演唔但剑指台湾，也要回应美加军舰航行台海行动。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。李伟认为讲，中国大概军演拢会对台湾禁锁，无排除是想要透过军事压力达到心理作战的效果。在这边进行实弹操演呢，影响台湾的范围也不大哈，所以我们密切注意，也不要让中共操弄心理战成功。每次军演就紧缩一次，我们就好像被勒住脖子一样啊！但是我们希望赖政府拿出一些对策，不要面对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的时候，只有打嘴炮。因为牛山岛的灯塔是出入台湾海峡的船重要的驻航标志之一，中国选伫遮实弹射击，恐惊互台海的局势继续升温。李伟提醒讲，面对中国的心理战策略，政府甲民众都要适宜应对，莫互士气受到打击，甚至互分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